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机组人员的检疫时间进入新的规定了，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若背高风险国家的机组人员，等来到台湾了后，拢爱检疫14天，结束了后，搁爱进行核酸检测。也针对着机组人员依照敢有注过疫苗的情形，来分做居家隔离爱几天的新措施。即马本土疫情正热，原本放零3天加11天的机组员检疫措施是搁一届有案。为6月12开始，长途的航班还未做疫苗的，甲只打做1档疫苗还未到2礼拜的人，是采5天加9天，也就是5天的居家检疫，结束的时阵做核酸检测，搁加上9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而且伫第9天甲第14天做抗原的快筛。也若干那做1档疫苗满2礼拜，也未有完整的保护力，是采用3天加11天。也若是有完整做2档疫苗超过2礼拜的人，而且抗体检测是阳性，伫检疫结束迄天核酸检测是阴性，只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另外，为7月份开始，检疫措施会变较严格。以上的前2项分别是采用7天加7天，也有5天加9天。也若第3项是共款无变。希望机组人员能够赶快把疫苗的接种能够完成能够完成那。如果这迟迟没有去完成的话，那么整个的一个检疫的措施就要加得更严。另外，飞底道航班的机组员，为6月12开始，无完整做2档疫苗达到2礼拜，也有抗体检测阴性的人，是采14天自主健康管理，嘛爱每14天做核酸检测。也若有完整做2档疫苗满2礼拜的人，抗体检测是阳性，就要自我健康检测，加上每14天的核酸检测。也若为7月份开始，会依持同款的措施。另外，机组员关心讲，指挥中心敢会开放机组员去外国做疫苗，敢有相关的规定？也不是说我们要禁止或开放嘛，因为现在在国外，大家是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比较快速简便的方法。如果我们讲过，就有时候有人坐飞机去啦，到一些地方去，这都不是在我们的禁止之列了打疫苗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权益嘛。希望说，至少这个是疫苗的这一个剂量方面，应该要给我们确保是我们是可以达得到。也希望指挥中心在这个部分能够把这个详细的规范说清楚，不然的话，我们想要遵从的这样子这个内容是比较模糊不清的。工会讲，有外籍技师伫留职停薪的期间，登去因国家做完2档的疫苗，复职了后希望会当国飞。不过指挥中心以无法度确定是真是假做理由，所以无处理。互机组员是感觉真无奈。针对这点，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陈宗彦回应讲，机组员目前拢配合国内地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捐予台湾的 AZ 疫苗，国关市明仔载也要开始注入，也因为这回有列入去坐会所的老大人，真济地方政府为着要互老大人更较方便，安排地点有经过，甚至有的县市是派专车去载。伫警察的指引之下，客运车慢慢开入高雄的科工馆。高雄15开始要头一波87岁以上的老人的新冠疫苗的注射，全市规划108个大型、中型的社区型的注射站，安排客运车甲护工巴士接送家己一人大也是行动无方便的老人，并且提前1天开始相关的演练。有一些是有通用计程车，就是可以提供轮椅的接送服务的。那另外我们在奇美奇美地区的话，是另外用富康巴士。考虑到老大人行动不方便，高雄参考日本的五味定式的注射法，让老人坐好，由医护人员坐着会使刷来刷去的椅仔来注射。老人免有约排队，只要查通知单、身份证甲健保卡来现场就使注射。定点、定位，然后接种完成之后，就地等待30分钟的一个观察，结束之后，整个区域才会轮流下一批人进来。而伫台北，中基受到台北市卫生局的拜托，动员80多名医护人员，15日在民生国小为老人来注射疫苗，也采取相款的注射方式，预计1天会使注射1000人。我们也备有这一个观察区，那让长者在那边观察15分钟之后，那回去自己再观察15分钟。那台北甲高雄、台中甲嘉义县也决定采取五味定式为老人来注射疫苗。高雄市长陈其迈讲，采用这个方法不是为着求紧，是希望让老人更加方便来完成注射。各地政府也鼓励老人踊跃来注射，若是提升自身的防护力，也使共同来防疫。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政府拢收到疫苗啊，正也准备要开始注入。目前是限定第1类到第3类，以及着高风险的老大人。不过，伫咧中华所民众埋怨讲，要登记注疫苗电话拢唔捌卡通过。袂少侪伙人伫咧卫生所头前看到是真着急，伊是要来注文注 AZ 疫苗，不过电话先卡就卡袂通。先过温嘛。现在陷入全盲，请稍后再拨。弄麻呢。袂少老大人咧怨叹讲，注文的电话是真恶卡，有人卡规工打拢无回应，较好运的至少嘛要卡半点外钟才有通注文。那若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无用试电话是接袂离。我觉得应该是疫苗比较少，需要人比较多嘛，电话当然不好打。就持续的不停的有电话涌入，简直可以用络绎不绝来形容，所有的电话都是满线的一个状态。中华县12摕到中央分配37000档 AZ 疫苗，会伫咧15甲民众注射。6月11开始开放予75岁以上的老大人来注文。根据县府的统计，原来75岁以上的侪伙人差不多有9万多人，不过会当提供予这个族群的疫苗，敢若有15000档左右。15000剂，这有一半的15000剂这些高风险的，我们都是用造册方式来做通知，然后施打啊。那个预约的部分，实际上是跟中央配合中央规定，75岁以上就是25%左右的涵盖率。叶冠碧表示，目前已经有列名册，包括住伫咧长照机构、西药剂的患者、甲重度适龄的这个高风险的族群，按总会分配14000多人。因若第1类到第3类住的对象差不多有9000人，其他的15000多人会提供予75岁以上的侪伙人来住。目前估计有25间病院、甲58间诊所，2天内注好了后，中央会阁分配5派疫苗，予90岁以上的侪伙人来注，希望当提高疫苗的涵盖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42个本土个案，明仔载台北市也要开始注疫苗无？不过台北市的线顶注文系统却引起民众埋怨，有人当着无通知日期，有的人是当着讲通知民众地址竟然写唔到。5日节定假了后，台北市要开始注日本送予台湾的 AZ 疫苗，第一批先开放85岁以上老大人、甲65岁以上原住民。台北市的线顶预约系统也引起民怨，有人反映线顶无固定时间甲日期，甲无法度改注的地点，也有民众协助老大人线顶预约成功摕到号码牌了后，收到简讯刷写唔到地址，离场之后1号1号通知。台北市长官提关键解说，线顶预约避免人员接触，也好病院甲诊所。更较好安排。其他县市有的，其实台北市还是有，我们还是有发通知单给你。你的户籍在那里，你不一定是住在那里，所以在预约上面哦，你可以选你方便的时间、地点，哦，这给你更大的选择权。无设置伫台北市用卡电话到各区公所的民政科来登记，按算17下晡就用做。在床无法度出外的老大人用卡1966，卫生局会中陆做测，安排医护人员到厝内做。对即摆中央疫苗配发流程，国体忍袂调，考试中央。台北市75岁以上的长者就19万嘛，所以你花个5万支，甚至再多给我7000支，坦白讲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每个县市可以打的年龄都不一样，我们一直不晓得那个要切在几岁，因为你疫苗都进来多少，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要几岁以上可以打。副市长黄珊珊14透早就伫面册将目标对准指挥官陈市长，强调信任别人感情困难咧，表示手机当中看到陈市长无接的来电，不过接了后会如何讲无路用。陈市长表示双方已经通着电话。那至于黄副市长，大概那时候要开记者会前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我刚刚有回给他哈，那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了哈。那我还是希望大家中央地方要一起合作哈。我想昨天因为部长打给我的时候应该是很晚了，我已经睡着了。那我早上今天回电的时候，部长没有办法接。那后来他在2点钟的时候他也有回电，那我跟他报告说我们碰到的问题。关体真济摆为疫苗倡导中央，伊承认疫苗也是最后解决的办法。伫疫苗也无遮尔紧的情形下，台北市要采取应付歼灭战，透过精准疫调来进行清零计划。3期警戒什么时阵解封，伊认为全台东岛一边拢连做伙，3期警戒爱讲爱全台斗阵讲。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98个本土病例，有关是咱台湾上界严重的县市。市长侯友宜是一再呼吁民众爱赶紧来做体检。另外，对15开始，新北市开放85岁以上，而且户口伫咧新北市的老大人会当大先注疫苗。那做这个户口无伫咧新北市的老大人要安怎呢？市政府也表示讲会赶紧安排。湘北地区三级警戒都要满1个月，暂时新北市新增加本土病例98例，也是全台湾上济。新北市长侯友宜讲，确诊的个案分布伫12个行政区，也若邦桥、中和、三重埔、新庄等等的所在，确诊人数拢有大大咧降低。不过部分地区也是真严重，呼吁民众爱出来做体检。士林从一开始的第19周、20周、21、22到23，都30几个确诊个案，很可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确诊的无症状个案。我们希望士林朋友，今天、明天都还有士林的机动站在这个地方，民众可以去踊跃筛检。15就要开始注疫苗，侯友宜14专工去中和注疫苗站，了解准备的情形。不过新北市优先做的名单是安排予户口伫咧新北市85岁以上的聚会人，甲中央规定的75岁以上的无共款。副市长刘浩然讲，这是有关分配到的疫苗数量，若是扣除优先做的西药剂的患者、长照机构的人员，敢若剩5万外人。也若户口无伫咧新北市的85岁以上的聚会人，新北市府强调讲会接续来安排。85岁以上的在籍的我们的市民就有5点多万。所以让我们的市民可以在籍者不要用抢的，等施打1天过后，我们会整个了解施打情况，会让大家知道未来不在籍者如何依指定的时间来施打。就烦恼5日节连续假期会出现防疫空棚，新北市稽查传统市场人流管控的情形，发现实质中正市场外口的单防疫措施无合格，嘛无通过复查，所以要求为6月16至6月18暂停营业3天，若是无改善，就袂当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中和的双和病院顶礼拜爆出有人感染，有9个人确诊，病院内面也随进行体检。今早起公布体检的结果，又再增加2个行政人员染病。不过病院认定这是独立的社区感染，不是院内感染。新北市卫生局也认定讲这是社区感染。这条规定讲，要入去病院的病人拢爱进行采检，西药区中心1礼拜也着爱采检1届。新北市双和病院进前有病人体检阴性转阳性，敢若有画到边仔的病人，阁有医护人员。这个月初才发现，拢总有4个病人，3个陪伴的家属，阁有2个护理师，拢总9个人确诊，引起院内感染的疑虑。病院做大规模的体检。14早起报告出来，拢总采检3917个人，阁验出有2个人确诊，是1个行政人员，阁1个团膳人员。不过院方表示，初步检判是独立的社区感染事件，而且并无接触病人，无影响到院内医疗业务。15早起开始恢复正常转移的服务。那是属于这个独立的社区感染的事件。那目前呢，我们还是规定医院呢，在新入院的病人是一律要采检。那洗肾中心呢，每周1次。金融业嘛持续传出确诊个案，三商比帮人寿发声明告证实，台北市分公司2个外勤人员分别伫6月11甲12确诊，强调办公区域已经全面消毒，嘛要求伫5月底之前有入去办公室的人员拢爱做快筛，嘛进行14天自主健康管理。根据金管会统计，全国拢总有35间金融业，拢总92个员工确诊新冠肺炎。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讲，到当也是有主管，要求员工爱亲身拜访客户，批评资方讲一套做一套，心内只有业绩，无顾防疫，嘛无顾员工的安全。他公开，他一定是要求可以这样阳奉阴违，还是以业绩为考量，还在做客房，还在做这种对保。金管会保险局表示，因为防疫的需求，最近已经开放晚期投保，予业务人员线顶作业，减少接触。不过，资方若是坚持爱亲身拜访签名，只要是属实，就会当发。内控制度去控管啊，不能说一定要求见面，违反内控来处分啊，60万起跳。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表示，纾困4.0方案15开始申请甲领取，虽然会当线顶申办，不过嘛开放临柜的业务，呼吁分行要做好总量的管制，降低群聚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个家人自疫情爆发到今，已经有262个本土病例，12个人死亡。今仔日是搁再增加14个本土病例，是家庭群聚感染，也有护理之家的群聚感染。另外是搁再增加一个仁爱市场的店家来确诊。来讲到这疫苗提早送到位的部分，市长林佑昌表示，雄雄提早来是有较困扰，不过也已经处理好势啊。施打疫苗的这个美意被打了折扣，说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CDC 临时公布提早发送疫苗，让我们错愕，这是事实没有错啦上期11知中央提早发配疫苗，基隆市长林佑昌承认有点放弃，不过也马上调集相关单位影响做出疫苗的应变措施。那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们8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打，我们确定施打的位置，然后连夜做疫苗施打的这个准备，把整个施打的一个场所连夜把它整理好。家人分配1.1万剂疫苗，优先予第1至3个7类人员，15开始予85岁以上、原住民75岁以上老大人来做。虽然已经安排好，不过林佑昌也是建议中央爱一摆半足疫苗，佮标示清楚，才袂误解。因为疫情还袂转好，全台新增加185例确诊，其中家人占14例，其中也有家庭群聚、甲护理之家群聚，民众难免会紧张。家庭群聚8人，那总共是4个家庭，都是之前已经匡列。另外是安泰护理之家有5人，有4个住民，然后有1位工作人员，那他们都是预防性的这种筛检最后一个就是仁爱市场的摊商有新增加1人。进一步公布确诊个案的行踪，以及858例伫车到下晡北区做高行买物件，以及859例是伫仁爱市场卖鱼打饭。伫5月28到6月初9期间，早起拢捌伫成功桥卡摆打。新增加个案大部分已经被扣列居家隔离者，所以无想过坐伫外口的行踪。不过市府提醒告诉民众，有个确诊者行踪定下，要注意健康状况，严格体检站联络做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伫今仔日增加10个本土病例，内面有7例是家庭感染。为着要找出感染源，市长郑文灿表示，除了会继续推动企业快筛，后礼拜6大工业区的社区筛检站也会开始运作。郑文灿是搁再呼吁中央，就要制定居家快筛的指引，让民众家己做快筛，找出社区的感染源。为找出更较侪暗藏的感染源，桃园市推动企业快筛计划，其中一月讲华通电脑、友达、嘉世达4间公司已经完成体检，10000多人 PCR 检测拢是阴性。再去每礼拜2、礼拜5会公布完成快筛的企业名单，下礼拜也会启用幼师、观音、平顶等6大工业区体检站。务必让这个预防性筛检可以来扩大，让所有的企业能够这个安全营运。互伊讲100人以下企业也赶紧加入快筛。市长郑文灿认为社区也无清零，呼吁中央推动居家快筛。不过要安怎检测、如何判断，阳性了后要安怎处理，要有一套指引。这一套如果要推动的话，需要有一个居家快筛的指引的这个发布，而且要有个推动计划，这样可以把社区的潜在感染源找出来。桃园14增加10例本土确诊病例，也是以家庭内感染为主，有7例。其中1个伫中立食品公司上班的确诊者，传染予朋友，也传予阿嫂一家伙仔。一家10个人有7个人感染那这个代表外面感染，然后进来家庭的还是一直在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家庭事件还是为主桃园市已经安排25个疫苗注射站，15开始升做对象是81岁以上老大人，差不多52000多人。第一天是88岁以上，第二天是84到87，第三天是81到83岁。下礼拜1、21开始是75岁到80岁来做，因为是大家拢年岁较大，市府呼吁一定要有一个家属来陪伴。记者综合报道。苗栗伫今仔日增加7个本土病例，其中警官电子就占6个。馆长齐耀昌表示，目前是1个社区感染，会针对到34间高风险企业进行快筛。那讲到东路工业区，会伫18开始体检。中华部分今仔有增加3个病例，有1个婴仔来染病，台中是增加1个。进前传出到病例成功3月百货公司打业恢复营业了。
苗栗县14新增加7个本土的个案，是经源电子的感染链。6个内底有2个是移工，4个是台湾籍的员工。县长齐耀昌表示，目前还无算是社区感染的阶段，不过也是锁定有请50个人以上移工的高风险企业做全面的快筛。雇用50个人以上的移工的产业，总共有34家。那么铜锣中心工业区将在6月18号来办理快筛。苗栗发生移工大规模的群聚感染，中央嘛伫6月初4开始成立前进指挥所。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确诊率虽然有降低，后手的处理嘛伫咧持续进行。不过目前也无解除警戒的规划，要等到疫情较稳定了后，才会来考虑。因若伫咧彰化嘛有3个确诊，其中一个是一个7个月查某红儿仔。这个是7个月大的这个小婴儿哦，女生哦，那本来在6月9号匡列的采检是阴性，后来在这个6月12号。发病，然后 CT 值是31.2。这个查某婴仔是属于为台北等去故乡的家庭群聚感染链，因若桃园的家庭群聚案嘛新增加1个，还佫有一个感染源当地调查。另外台中是新增加1个，是大安家庭群聚感染链卡拉 OK 的头家娘。昨天报告的12899是他的友人因有来他们的这个卡拉 OK 店与个案聊天。迄若注疫苗的部分，台中市64个注疫苗站内底，有7成是使用UV定式的做法，也就是老大人坐几排，医护人员行线过去做的方式，优先予85岁以上的聚会人来做。迄若进前有专柜小姐确诊的新光3月百货公司，到10时为止，已经有1159个人做快筛，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嘛伫咧休困3天了后，10时恢复营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姻未了的6轻工业区，真是有5个人染着病。6轻的员工大约有13000人，卫生局要求6轻就要甲员工快筛。对明仔载开始，中期病院会来斗3天，一天会当体检3000人，一礼拜内会当全部体刷。消毒人员伫咧未了的市区来回进行消毒。因为婚姻未了乡的6轻工业区，目前已经有5例确诊病例，其中包括翁仔某住共寝室的室友，也佫有一个员工是住伫共一栋宿舍，无共楼层，所以也去互人画着。目前等咧厘清病例关联性甲感染源。有连续5个个案发生那有没有相关因应的作为了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那我们针对热区的部分，我们先前都已经有做过一个快筛那我们也责成这个公司一定要在进行整个企业的一个普筛婚姻关卫生局表示，进前捌进驻6轻的厂区做快筛，体检480人全部拢是阴性。不过因为目前6轻编制内员工大约有13000人。为着要避免爆发群聚感染，已经要求6轻规划进行全面普筛。你是最近5个啦所以讲咱未了乡一定拢足紧张的嘛。希望咱来所会当做到伊企业大伫未了，希望莫引到未了百姓的恐慌嘛。希望大家来合作，因来大家普筛，阮以县政府来为咱未了乡来普筛来看当时做起安尼。未了乡公所表示，经过了解，6轻因为员工的人数多，会由各地中间医疗体系病院共同动员来协助6轻进行全面普筛。按算15伫咧员工宿舍边仔的大型活动中心设置10条快筛线，逐工会当体检3000人，按算伫1礼拜以内完成普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 G7 领袖峰会，伫礼拜已经结束啊。美国总统拜登伫记者会顶头也讲到中国，呼吁民主国家就要团结，才有法度来制裁一个专制国家。包含到法国总统马克宏、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等人，拢要求中国就要遵守国际规则。英国首相强森也答应讲，伫咧明年底进前 ，G7 会提供10亿吨的武汉肺炎疫苗，予一寡散车国家。未举行3天嘅 G7 七大工业国家集团领袖峰会伫礼拜结束。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记者会上讲，美国重返谈判桌，而且全心投入，也讲到西方嘅民主国家正伫咧甲专制政府做比赛。I think we're in a contest, not with China per se, but a contest with autocratic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s whether or not democracies can compete with them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21st century. 拜登特别讲到中国
再一遍强调讲，唔是专讲要甲伊发生冲突，而是当伫咧合作的所在合作，无同意的所在有话就直接讲。除了拜登，有真侪国家的领袖伫咧会后也分别讲到中国。On the economy, on trade, we will find ourselves in a competitive position with China. We will compete with them. And still in a third area, there will be a need to contest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matters of human rights. C'est un compétiteur économique duquel nous attendons le respect plein et entier de toutes les règles auxquelles nous nous sommes collectivement et volontairement soumise, celle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Et c'est aussi une puissance avec laquelle nous avons des désaccords que nous assumons quand il s'agit du travail forcé ou des droits de l'homme. 因那伫对抗疫情方面，G7也向中国提出疑问，并且希望世卫组织调集后一阶段疫情起源的调查工作，而且爱透明公开。英国首相强生也讲。G7 伫咧明年年底进前，会向30个国家捐10亿剂新冠预防针。I'm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is weekend leaders have pledged over 1 billion doses,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funding to COVAX. That includes 100 million from the UK to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which is another big step towards vaccinating the world. 也阁有环保团体伫咧峰会附近抗议，因认为全世界需要110亿剂预防针，也阁G7只敢捐10亿剂，也强调3天的峰会只敢承诺一寡虚的代志，就应该立即对改变气候变迁做出行动，譬如讲已经签署拢无遵守的巴黎协定。公司新闻陈伟林报道。伫咧 G7 峰会会后所发布的联合公报，头届讲到台海，特别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鼓励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议题。咱的外交部和总统府也拢回应表示感谢。我们看到这是 G7 的前身 G6， 它从1975年成立以来46年，首度在峰会的联合公报里面纳入友好台湾的文字。外交部，我们对于 G7 各国的元首，还有欧盟的领袖，以具体的行动来展现对于台海的和平跟稳定的重视。外交部表达高度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外交部强调，这主要的民主国家的元首甲因的领袖对维持台海和平甲稳定拢有共识。总统府也讲，台海和平唔那是两岸关系，而且已经提升到印太区域，变作是全世界焦点。也搁再强调讲，会甲理念相悖的国家深化合作关系，坚定民主的制度。伫咧中国湖北省有一个果菜市场，昨透早发生爆炸，因也怀疑讲这是加速爆炸所造成的。目前已经有37个人重伤，12个人死亡。而且今年7月初1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日子，伫咧大日子进前发生死伤严重的公安意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下令讲，要查出原因。建筑物倒来，钢筋拢看现现。搜救人员自放来厝内面要救人。13透早，中国湖北省十堰区一个市场发生爆炸意外，造成至少12个人死亡。当局伫第一时间派出2000名人力，也搁出动警告加4名探测器等设备来救人。现场搜救转移安置913户，伤病员138人已全部入院救治，其中37人重伤。12人死亡。爆炸发生了，民众用手机翕到事故现场。根据了解，这栋2层楼的建筑物是起伫咧90年代，1楼是市场，有药房加早餐店；2楼是社区的活动中心，无人住。严估因为爆炸威力正强，和车路对面至少4楼大单加附近的大户受到影响。官方伫第一时间讲，意外是因为建筑物的管线伤牢固，造成天然气外漏。有网友讲，爆炸是连续发生的，影响范围正大。就知影讲，气体漏的情形正严重。因为受伤人真侪民众惊讲费费量无够，拢去费库要捐费。各大捐费站外口拢排甲路长。因为拄好是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直连传出公安意外，像这个月就已经连续发生矿灾、化工气体外漏等意外。为了要维护社会稳定，习近平已经下令要赶紧查出原因，追究责任，同时要求各地方要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
今仔日 AM 新闻由原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是185例，全部拢是本土病例，也有15个人死亡。各县市的情形，新北市有98例，依然是上界多。搁再来是台北市有42例，基隆有14例，桃园有10例，苗栗县有7例，花莲有4例，彰化县加新竹县拢是3例，宜兰有2例，台中市和云林县有1例。全台湾目前已经有13000多例咯，伫咧还阁有11898例本土病例，其中有452个人是死亡个案。之前有人讲，台北市的盐光西工会所报出的名单内面有真侪是难着一般民众。工会也回应讲，这个名单拢受检查过，若准基站所送出名单有唔对，伊若支持讲，就要依法处理。另外，有民众质疑讲，警政署和高雄甲台南的警专实习生会当比较外勤警察大生主疫苗。警专是回应讲，希望政府就要遵照规定来安排。不过，台南市政府也回应讲，实习也算是爱出勤，也算是前线人员。各县市依照中央发布优先顺序做疫苗，希望改善疫情。不过有人向媒体投诉，台北市验光师甲验光生工会被安排伫13甲14伫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中心甲和平园区分配做疫苗，而且列册真悬，内底可能有人毋是验光师或者是验光生。台北市政府表示，第一类医师人员名册由各工会、会政和卫生局各交由联合病院。若是违规做疫苗，会进行查核，各要求工会来说明。裁罚的部分当然要查明事实之后才能裁罚，所以这几天也是假日，我们也会请他们再做说明。如果说工会提出的东西有问题，那可能也是个别那些诊所他们必须要做说明的。确实有一些认定上的一些困难，好，那劳健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依据。那基本上我们的原则上还是就是说是有约聘雇的关系的，哈，这些才算哈。验光师工会回应，事前有删除一寡保护验光人员助理或者是行政人员身份的人。如果会员的验光所，他的造册名单有做任何的虚假，我们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另外一个互人逼空的是警察学生，传出警政署将因放伫外勤警察名单传予高雄甲台南市，比照警察排第2顺位。台南市长黄伟提证实这消息，因为警专实习生对派出所警察出勤协助案件处理，应看作是第一线人员。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一线的派出所，接下来也就会实习期嘛，也就分发也是到行政机关，所以也符合所有警务人员都是打的原则。面对有人质疑，警专感谢部分县市和学生比较外勤环境顺位，不过警政署已经将警专实习生做出比较，内勤非警职人员排伫第5顺位。警专议员希望依照中央规定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空军作战指挥部传出6个人确诊，疫情指挥中心伫12要配疫苗予国军，国防部也特别指派军医单位伫咧军病院或者是大型的营区设疫苗站，要来替国军注疫苗。疫情期间，依照确诊案例行过所在来做消毒的陆军三山化学兵群，5日透早是到国军桃园总病院来做疫苗。军方原本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列为接近的第7位，不过最近国军是连续出现确诊案例，就参加机敏的空军作战指挥部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传出6人确诊。为着避免影响到战备，中决定赶紧来发放疫苗予国军来做。第一个，它的性质是比较属于群聚的一个团体啊。第二个，国家的安全啊是不能有产生任何空隙的啊。国防部大概在12号就已经接收中央所配发的疫苗，那从13号开始就已经分批逐步按照战备整备的优先顺序来做施打。因国军分散全国各地，公布是指派军医单位重要任务，要用上短时间来做疫苗。不管是营区里面开设接种站，或者是编成接种小组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替官兵施打疫苗，都是由我们专业的军医跟军护同仁编成的人员来做施打。指挥中心进前表示，第一波差不多是留45000剂 AZ 疫苗予军方，差不多是全体国军1/4。根据了解，第一波针对飞行员、军舰官兵、战前中心、雷达站这种封闭空间的重要战力。另外，医护、警卫、化学兵、还有特勤、维安等等单位，嘛是优先来做疫苗对象。
希望伫上短时间会当来做苗，维护国防的战力，未受到病毒影响。记者张志宏、林志坚台北报道。消基会表示，全国一天尚无有300万人以上含外省员有活动。消基会也呼吁政府着要甲外省员做疫苗的顺位放伫较头前。外省员若准安全，社会大众伫厝内防疫，大家才会安心。从本土疫情爆发以来，学生停课，未少上班的人居家办公，就算休困的时阵，嘛都要踮伫厝里。食的、啉的、买物件，拢交靠网络来注文，专人送到厝。不过，即马疫情遮尔严重，就算无出门，也是会接触到网络买的产品，甲外省员有互动，安尼敢真正有安全？一天在30到50的这接单量，这些外送平台的人员总共有88000多人。这些人假设全勤上班，接到350万张的这些外送单子，人收的时候啊，他接触对象就是350万人，所以总共有700万人次的接触。消基会表示，民众防疫伫咧厝里，食的、用的，拢爱靠外省员一间一间安尼送，甲民众接触的频率，未比做疫苗的顺序排伫咧第2类，依次防疫量能到送饭菜的村里长或者是村里干事较少，嘛应该纳入去优先做疫苗的对象。依照美国的例子食品工作者是列为第1类接种顺序就是他们的顺位是在跟这个医护人员几乎是同样的顺位。让这个社会机能正常运作继续的维系下去。餐饮外省业者表示，伊嘛要透过各种的管道，替员工争取优先做疫苗。不过，目前送来台湾疫苗的数量，第7类的军警、教职员、运输程度业等等的族群，第2类要排袂到。目前敢会当透过零接触配套的方式，尽量降低接触的风险。我们在5月中的时候，就首先强制的推出放在门口线上支付零接触的外送，来保障外送员的安全，还有消费大众的这个安全。消基会建议讲，过渡时期，业者应该定期甲外省员做快筛，避免员工互相烧话，互订饭菜民众买当较安心，降低商品或者是食的物件送去民众因兜的时阵有染病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5日这午时水听讲有辟邪开运的传说，不过大家铁尖山甲北港朝天宫因为疫情关系，拢无开放民众来逛5时水。就算讲这疫情遐尼严重，依然有民众硬要去北仙山森林游乐区载水，互派出所的警察是真无用。这个100年的龙井，伫有300多年历史的北港朝天宫边啊，今年5日这算是有史以来头一届风井。演过逐年拢会吸引各地民众来遮摕5时水。古早人讲5时水是一年当中阳气上界旺的时辰抢的水，有开运的作用。不过今年因为疫情严重，庙方决定暂时无开放。有部分的民众要是走来煞发现无当摕，只好是偏仔懵来先转去。开放打水啊，扑空了哈，对啊，我会觉得可惜，对吧？不过这个泉水遮因为无封起来。侪民众是提管啊，甚至有人驶货车去国馆北仙山森林游乐区外口，要来遮入5时水。现场的人甲车是真侪，和平警分局国馆派出所赶紧派警察加票机来遮考劝民众，都要遵守防疫规定，让民众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太靠近，而且取完水立刻离开。真受欢迎提5时水的所在，也有大甲铁店山。因过伫5日这5时，拢会吸引要1000的民众来遮要摕减这5时水。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减这暂停开放。也若市府伫现场，嘛有举办简单祈福的仪式。不过伫威尼亚外口，也受招少民众伫遐行来行去，想要来摕5时水。经过看到了后有离开。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无代志，就是踮伫厝里上好。不过过日这年假，高雄警方也抓到7个少年囡仔做伙啉酒开讲，甚至有掠令业者违规营业。伫咧中华部分也查到3件拍败的群聚行为，其中也有绕跑移工。伫咧屏东的部分，也有游客去到山顶露营，警方也派人去甲因苛刻。警察苛刻这几个少年仔唔通群聚，高雄大寮分驻所13半暝接到检举。有7个少年啊，差不多19岁至23岁，伫一个人家厝内底违规群聚啉酒，依法开单，一个人至少罚6万。另外，林雅区的市场嘛有掠令店的业者违规营业，警察接到检举去稽查的时阵，业者还阁当地替人去掠令。54岁的潘姓女子正在帮另一名58岁的潘姓女子进行背部的一个按摩的服务违反防疫规定属实。
毋但高雄，中华加强欺诈廉价军资的情形，嘛查到4个军资拍败跋筊或者是食酒的案件。其中一件是6个外籍移工军资啉酒，内底有2个移工是违法的私人移工。警方当场是甲开6张欺诈单，以请卫生局来裁罚。4名的移工分别居住在附近的4个乡镇，那另外有2名是来自北部以及中部的这个逃逸外劳。5日这连假，大部分的人拢尽量踮伫厝里，不过也是有少数的民众出去佚佗。屏东马家乡全澳道路迄块咧啊，居民伫检疫站，甲要去山顶的民众磅体温，嘛可能民众唔通去爬山。不过当地民众也是发现13有6台车停驶在加马道路边仔咧露营。活动中心那里，经常有我们的护系人员在驱赶。最近他们休息的位置转移到加马道路深山比较看不到的地方。警方接到通报到现场的时阵，发现2台露营车，其中1台是家己一个人去爬山，另外1台是一家伙仔3个人。因为无违反户外10个人群聚的规定，警方敢会当放因落山。不过伫防疫期间，也是有人走来露营，互附近的民众感觉无互尊重，嘛增加暴露防疫的风险，互因是感觉真困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疫情期间，嘉义市的旅馆为着要支持在地医护人员，甲因饭店的空间转做是医护人员的宿舍，互因使用。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环境，饭店内目前拢无人客，但是即马有带一寡当咧拼疫情的医护人员，饭店甲空间改做宿舍，希望互因会当安心休困。我觉得这个是帮助真的非常大，因为像我家中有父母，他们年纪都很大了，这个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恐惧，所以第一天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搬出去外面住了住了1个礼拜才搬过来这里。为着要予医护人员带了安心，饭店阁新采购专业的消毒设备，重新安排使用空间，唔但减少医护人员甲工作人员的接触，嘛互因休困的时阵较袂去受到影响。饭店表示，已经开始到单大过医护人员都超过50位。我本身是基督徒，对，那我觉得信仰让我有更深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觉得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也获得我们公司大多数的伙伴们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就来做这一个所谓的医护宿舍。业者表示，饭店转做医护人员的宿舍，唔但会当维持员工的生活，而且阁会当支持在地医护人员。希望伫这段时间会当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互因继续守护大家的健康。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真侪人伫咧烦恼讲，唔知伫当时才会当注着疫苗，就先去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虽然讲这注一档要3000多块，不过真也拢无货啊。国内新冠疫情还阁伫咧增加，互民众是真烦恼。尤其染病了后死亡的病例，有9成是65岁以上的侪岁人。有不少民众伫还袂等到新冠肺炎疫苗的情形之下，规气先去诊所自费注13剂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早就缺货了，不是等几天了，至少1个礼拜了啦。大家都打不到新冠肺炎疫苗，都要先打流感疫苗了啊。有医师表示，根据外国的研究指出，有注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人，得到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会降低1/3，而且真侪病毒的感染本来就会并发细菌性的感染，也若这个细菌性的感染内底，就是以肺炎链球菌的感染是上侪，所以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除了会当预防细菌性肺炎的并发症，就算注了后，得到新冠肺炎转做重症的比率嘛会大降低。我们是鼓励说，如果是有潜在风险因素或者是年长者，都要去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因为不只是新冠病毒，其他所有的病毒感染，尤其是流感病毒，它常常并发肺炎链球菌肺炎，然后导致重症或死亡。医师表示，为新冠肺炎感染的统计内底，会当看到染病了后，并发肺炎链球菌肺炎的几率有，不过并无多。民众若是去注肺炎链球菌疫苗，确实会当提悬保障，不过也是爱看医师的建议，也有个人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诈骗集团真有新的手段咯，有民众去做快筛加 PCR 检，报告出来了后，就接到青云人的电话，讲要用现金来换药啊，真是有民众去互骗去啊。本案就是民众在接受 PCR 检测阳性的时候，诈骗集团会以电话来通报民众来交钱拿药。查165专线，从今年1月到现在为止，总共有2件民众被害，
财损金额为38000元。刑事局表示，新北市有民众顶个月接到诈骗电话，讲伊检出阳性，民众就遵照指示哄骗38000块。伫花莲后，民众接到电话，讲厝内面的人有人确诊，爱病房的费用。目前刑事局也已经当咧调查，也提醒民众若准体检是阳性的，卫生局会来处理。万项代志若讲到钱，就要注意诈骗的行为。讲到这个热天时啊，甲寒天时啊，收钱是有差别哦，特别是这个电费钱。民进党团今仔就召开记者会，要求台电应该爱先暂停收热天的计数。另外，劳动部也放定劳工纾困贷款的条件，鼓励民众用线顶来申请。在防疫期间，真侪民众拢伫咧厝内上班上课，较少出门。在这段期间的水电网络用量增加。不过，6月开始是热天的电费，对照民众伫咧厝内时间来计算，开销一定会增加。对于民生住宅的用电，6月份不实施所谓的下月电价，那将近会有1000万户的民众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照顾。那去年的做法是营收减少15%以上，就会有相关的打折。如果以服务业跟农业作为主要的一个电费打折的对象的话，那将近会有75万户啊。立委要求台电伫咧6月取消热天的电价，在此同时也该放定劳工纾困的申请标准。行政院针对呢，这个部分工时的受雇劳工，他们比较弱势的这一块呢，在不同重复领取其他性质相同的这个补贴的情况底下呢，要制定相关的政策，要把它纳入纾困。自10月开始申请的劳工纾困贷款，名额有50万个，和108年或者是109年综合所得税伫咧50万以下的民众申请，也都上悬10万，贷款期限是3年，开放365间银行办理。点选申请流程。为了要避免民众伫咧申请时阵人伤侪关注，所以劳动部鼓励民众伫咧线顶申办，也制作影片讲解流程。除此以外，10月开始。也个让青年囡仔家庭防疫津贴，只要厝内有小学加小学以下囡仔，或者是国中、高中5专前3年的身心障碍学生，咁互恁就当使用金融卡加囡仔健保卡上网申请，或者是经由 ATM 领取，一个囡仔1万块，希望伫咧疫情困难的这个时阵，会当提供民众更加侪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观光甲保护智慧财产权，埃及旅游文物部成立中东地区头一间古文物模仿品的工厂。位在埃及的首都开罗东北方35公里远，占地1万平方公尺宽的科努兹工厂，现正150多名技艺真好的艺匠，也有修复员，伫遮生产古文物的复制品。无论是全寸秋大细、法老王的半身像，也是各种精美的模造品，全部拢制作甲真品是一模一样。今年3月开幕以来，制作超过6400个由石头、茶、也有草灰以及黄金白云为材质的古物复制品。其中上贵的包含有图坦卡门国王所坐这个方巾的椅啊，定价是美金8923块；要伊的黄金面罩，定价是美金12748块。هو الدخن الخليلي بيبقى تقليد تجاري، يعني الحاجة ما بتطلعش زي ما هي زي المتحف. لا والملامح برضو مش بالظبط هي. فالميزه اللي هنا اللي هم بياخدوا نفس المستنسخات بتاعه المتحف وبتتنفذ هنا، فالحاجه بتطلع ذو قيمه يعني من كل حاجه. 这间由埃及旅游甲文物部所成立的古物复制工厂推出的产品，主要是放伫埃及文明博物馆来卖。每一个产品拢印有古物高级委员会印仔甲证书，物件顶面也有条码。用手机介绍就是显示出物件所有的资料，像是在这甲原始的文物伫倒位展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埃及碳外汇主要来源观光旅游的相关产业，2020年的收入大落7成。当局将用一切努力推出各种的项目来进行。当局对着旅游业的复苏是真有信心，因对今年1月起观光客人数正慢慢来回升，来到每个月只要有50万人次的规模。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
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